这个我们客家话讲灯火哈，灯火，因为我们客家人很节省，晚上的时候一定是把所有的灯都关掉，等爸爸留在最后一个回家的人，他可以看得到。取名好客星灯火，守护打拼到最晚的人。彭荣美以压花结合花布，做成美丽的小夜灯，上头还有从小到大学过的客家谚语：风南东，某水呀某风。台风如果在东边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没水、无水无风了哈，就不会下雨，也不会成风。在我们的客家家庭里面或者村庄，可以看到的跟大自然都是息息相关的。喜欢乡下，待在花莲；喜欢花草，想把美丽瞬间变永远。彭荣美因而投入压花创作。竹子来讲，它的水分比较低，所以我们在压的时候就会比较好。时间它可以比较短一点。干燥后保留原来的色彩，除了拼贴美丽画作，也能运用在各种饰品，甚至书本上，也是一种生活美学。鸳鸯看到鸳鸯就是一个喜，所以这一个整个的画面给我的感觉，我有家乡的味道，有我客家的精神在。花布、桐花、客家意象，同样的题材创作多了，彭荣美也历经过瓶颈，不想框架自己。她说要记得去开拓眼界，多多学习。像我就会去学习，棉纸丝画紫蕾丝刺绣啊，还有这些镶嵌玻璃，再回来看我自己的压画，我就豁然开朗，就这个瓶颈就会突破。1号施作坤做出新的作品喜欢尝试创作新作品。1号施作坤做出新的作品，活用各种媒材，开启另一种创作的想象。彭荣美的作品不限于孤芳自赏，还获选客庄精选伴手礼，让更多人喜欢。上课喽！1号施作坤做出新的作品。1号施作坤做出新的作品。谢谢宗仪老师。